丹那市风台扫过，台南麻豆的文旦损失超过8成。农粮署表示，今年全国的文旦产量减少，这价格有可能会起2成到3成。因南麻豆农会是表示，已经有吸收成本来维持文旦的价销。摆伫档卖麻豆文旦看起来真大粒，甲咱就是老长的会较细粒的印象无啥共款。 这个好像皮比较厚一点啊，我不晓得要摆多久，所以不是你印象中的老长这样子。哎，对，先买1颗试试看就好。对。7月，丹那市风台扫西南沿海，和麻豆文旦落甲真严重，至少减出8成。农会表示，其实有2成会当供应，剩的拢是较大粒的，也希望消费者加支持，加农民斗3工。 我们今天有推一些拜拜的大果哈，大粒大保佑，愈大粒愈保比这样，它吃起来比较有口感的。它是做咱的一道生菜沙拉的话，其实是一个夏天最好的料理。麻豆农会有关甲农民收的价销吸收政策，以持价销稳定。农粮署是表示，今年因为风台减少产量，按算价销会起2成到3成。我们今年其实文旦非常的艰辛哈，那今年遇到台风的影响，所以其实它最主要侵袭的地方就在我们的台南地区。那所以我们整体的产量大概是减少3成。咱也来自花莲做盘手的业者，起早真侪种文旦的加工品，希望消费者也会当支持花莲的文旦。花莲的交通运输不便，所以每一年花莲的文旦的产量过剩问题也是全国最严重。我们有能力帮花莲文旦做一些加工，来延长它的保存期限。农粮署表示，几粒文旦拢会当使用，除了伊的果子，还有伊的皮会当加工做清洁用品的原料。原来这届落甲这严重，部分摕来做精油、清洁剂，不过也有真济，敢若会当做有机肥。公司新闻参报道。